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好，大家亚些东西全部就当从事空天呀的问题哦，这个食物的安全同食物的营养，大家全部就当从事，尤其是什么人吼，什么人爱顾的动作，因为什么人真係爱好好调养人的身体啊，尤其吼像黄头的那种东西，当然唔管係食材还是食粉的，大家人就是动作，尤其係像俺妈妈其实在佢就会补充动作，像黄体味啊、豆类制品的一啲东西。唔过吼，讲到呀黄体味，没有人讲到吼，可能有呀基因改良的问题。故所今天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，生了安样的食，怎会食到呀当健康的黄体味，当健康的呀黄体味的制品哦。细细个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的来宾，分享叶燕子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叶燕，欢迎大家收看客家电视台福起来的节目，今日做豆腐让你分享哦。真嘅，叶燕子今日就要来同大家分享吼，佢做豆腐韩国当到豆类制品的一条故事，韩国安样的食怎会食到空天的一条豆类制品，错嘛？故所没想请叶燕子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廿个店的算落喺提那片啊，我上去以前买豆奶同豆腐，爱去那片同买。我个店呢开到苗栗豆粉镇，底下呢晒到竹南大埔里，古时也来豆粉上网好食到位法，好食到位法就千味到，哇，cái嘟嘟好啊，佢每日苗栗人啊，肯一百去前了吼。當然歡迎。嘿，故所再請同大家來講一下呀，豆類製品有按道，所以唔知家有啲嘅賣有哪按道類？等我豆腐店啊，基本上豆奶一定要，豆奶要分要加湯嘅，冇加湯嘅，韓國要豆腐乾，韓國豆腐衣。全部係嗌到嗌到嗌嘅成日呢，都冇卡做，當然就是頭做，聽人買，所以新鮮做，次做，買睇出貨咧。因為像呀條豆類製品，唔講係豆奶呀，係豆腐，其實全部就做唔得標久。對，因為愛吃，故所呀下出發唔是講按到，細細個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呀豆奶，葉燕子做嘅豆奶，真係有乜嘅好味先，看呀。按細細一邊個愛唱係可以，按你搖啊，夾個用嘅愛就吃到它非常的濃誒，前料啊，前料哦，阿春梅試口，好愛食看啊。哇，它真的其實已經懂了，然後你嘅鼻耶，哦，完全都沒有那個哎，沒有就是掉下來，它將會掛 baby 啊，掛 baby 是不是？對，它是掛漿。哦，故所按呢就表示講，夾個豆奶凍了，底部係豆誒，用嘅輕重本。嘿，因為我一般是都按呢這樣子濃度的豆漿，可能係我媽媽氣嘎大，但是氣嘎大有一種問題，就是豆泡會凍多，我一到按呢，那個整個吞下去，那個豆連豆全部都是豆泡。不過人家完全唔愛呢，佢係酸呢，韓國人真件當叫忙食身高，呀豆味暗重暗香暗牛嘅豆奶呢。阿佢咪讓你分享做了按鈕嘅豆奶貼，我用嘅係any台灣本地嘅黃豆誒，哇！雲林楊血汗線上種嘅。哇！嗰時候你還有特別去溯源，親手來去馬場種咧。清除全部自行留種，友善栽種。古時候倆黃豆嘅兩種，喺高雄10號個台南4號。還有因為any head of Melody 啦，Melody 演的喉嚨有倆種倆有機黃豆，那倆陳文寶哥賣倆烏頭誒，Melody 人係用 Melody 人種嘅頭誒，因為台灣頭佢基本上佢嘅出漿率冇咁高，出漿率所以是提豆
磨一遍，出浆你莫忘过加个豆渣为寒冻到个豆浆这个地步，还有冻到个卵磷脂，所以我一粒头会磨3遍，让地步所有的卵磷脂、满满的异黄酮素都在俩边的地步，精华全部就捞给磨出来，磨一刀唔拉，要磨3刀。不是，还你的豆腐头诶。就用它松，豆腐头尾，豆腐头尾就是豆渣的意思，对，它就很松，哎，对，所以营养都在我们的豆浆里边。哇，不过还有一张问题想要问你眼睛哦，因为一般你都会吃到的可能就黄豆浆、黑豆浆，为什么两个头呢爱老呀黄头尾同无头尾两种头尾结合到共下？黄头尾啊，基本上你食黄头尾，基本上。含量头类就含量，它属性食物的属性含量啊，台湾人也很热的地方，希望嘛冇食糖量，尤其是什么人，那古时候我会用乌头的，又含下多嘅铁质，过两个花青素，做的基本上综合两个头的含量性，但是用两黄阴嘅头的，就是都市都会黄嘅卵磷脂，然后异黄酮素对。什么人对人资深美女，叫我们个妈妈阿姨，也都有人卡细油，很卡好。我说你所有的资深美女，都希望是台湾人7家种的黄头尾，7家种的乌头尾，2样头尾打强下，打头呢也好，煮饭也好，本7家有满满的元气，满满的异黄酮素，你从是讲7家食嘅系买嘅东西，用是烧，讲系改良的豆子，台湾人全部7家6种嘅，所以冇嘅基因改造嘅问题。因为像也着豆类制品公司采发7家不卡食会食几多，真经冇几多，不过就会食到空天，而且7家上新呢，也着点咩同也着买品质清好嘅也着豆腐同头呢，因为可能真经冇食太多啊，像也下大家不卡人按烧，我不卡张3年天天爱食几多冇几多嘛，故说就会尽量去吃，也得来年清楚的东西，清安心的错吗？每3年老病落在嘅东西，你就有主控权。你去相信病人去签7家病落在嘅东西，比如讲了头嘅，我做头呢，我就会去签2马沙种嘅，来年清楚营养半种。你食嘅豆腐係我做嘅，我嘅店的豆腐，你做的來我店嘅靠我嘅賣嘅，當你就算9點做到4點，出做嘅2餅豆腐，20罐頭呢，就安尼，隨時來叫去看，就唔是講你來看，全部就看到現場就用鹽水來做豆腐，用天然豆嘅就在現場，你嘛做得7家賣豆嘅。轉去打頭呢，就很簡單。相信病人係底下嘅社會係缺少嘅，所以我相信我種頭嘅農民，你相信我做嘅人，7家食到嘅東西就會安心係安樣。比抹嘅去發台前就很重要。韓國人吃到好頭版人，可能食頭呢，可能沒有當到生意呢，唔好食頭呢，因為有一種頭嘅鹹，豆青味、頭嗆味。不過其實圓姐懂用心呢，很發明呀。頭呢這種像是飲料的調味的感覺，對不對？我哋就希望。大家認識原味嘅冇加糖，你嘅媽媽母姐們對咱原味冇加糖全部都會接受，但是下後生嘅後年輕人冇加糖吃到基礎，其實冇加糖嘅頭呢又甜味，只是我們的習慣是甜豆，習慣更甜，口味被改變了。有時候我會用下天然嘅東西，比如講你係鳳爪，你冇你公幹。當年嘅7、8月就會生產鳳爪啊，洗澡咧，我來煮鳳爪，落到我嘅頭呢啲噃，佢嘅湯粉就有甜味，我加一啲啲嘅變湯，就增加佢嘅口味，而且我哋咧做分層，對，漸層最流行嘅漸層飲料有沒有？免當原味豆奶，底下是一盒，全部你做的是要顯色原味，顯色原味，然後長。悠悠的下杯嘅紅棗糖漿就會上來，
一瓶双享受。哎，你看2种口味哦，一瓶就做的是2种啊。韩国那都要一粒一粒的那个红枣的皮，因为果汁机打改就天然的东西，安尼糖分你唔是加安甜，你天然嘅甜味，什么？我冇想到。天然同凤枣有暗夹哦，这么合？因为我们都是苗栗人，那个真的共管嘅凤枣哈，上尾腔嘅凤枣，後攏嘅烏頭嘅，挑粉因做嘅，佢唔嚟介紹，全部挑苗栗人，什麼？清不清苦香因，同樣嘅空氣，同樣嘅味道，當然你就自家就會是，你下最流行嘅咖啡，滿街都是咖啡館，所以咖啡嘛係你下後生人最流行嘅，食咖啡嘅當中你攏加牛奶，愛係咩做得用，愛自家做嘅調奶，愛冇牛奶啦，愛用愛做嘅台灣嘅調奶加落去。佢每年1塊，佢每係忙實實個加咖啡嘅調奶哦。同樣一瓶雙享受。要先喝上面，我忘記了。好，一樣，你的感覺會很不同，有沒有加了一點點？這樣就是調奶的味係很濃郁嘅調奶的味係。對，然後但是因為佢每愛好食咖啡，唔講愛都加牛奶，愛其實忙實真經加個調奶。楊盼英，原來咖啡的苦味同調奶加起來，其實完全冇苦味耶。它是帶甜的，它是加那個豆的那種特殊的味，對，特殊的味道，其實懂咖啡，然後你不會覺得咖啡味苦，韓國點都是起來，嘿，是當了一種飲料，你感覺不是這麼像在喝咖啡，不過其實很非常合、非常 match 的一種結合，懂神奇哦。這是一種時尚的喝法，對，時尚的喝法。調奶，加咖啡加鳳枣，湯是用按多，咖啡就希望生發當中加啲生發當中嘅東西，本意罕卡容易接受，安樣嘅味道。佢冇人一起當用飯先啦。當好食，韓國唔單止按呢哦，還有罕卡到嘅調類嘅製品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阿群妹愛同大家來紹嘅語言自己帶來嘅調奶，韓國當道調類嘅製品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加下阿群妹吼，有食嚟鹽味嘅調奶，韓國有食過呀咖味嘅調奶吼，有加呀鳳枣口味啊，還有咖啡口味。其實唔單像按呢，語言自己人嘅店嘅好吼，還有當多種無腔嘅口味，做得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大家做得去親看啊！你看牙下多牙片有冇？有看到按到無腔嘅口味啊，都係語言自然自家來發明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嘅。故實唔單唱有調奶聽，其實調奶以外，接下來愛做嘅就係乜嘅？就係豆腐了，錯冇？故實語言自己每日咩貼片帶來牙嘅豆腐，韓國咩有3種嘅口味，我先來說鹽味，錯冇？鹽味先說。買嘅東西就唔是假，你就自家看，直接食。唔過我吃到牙嘅豆腐，看到冇？它的孔隙非常的大，對不對？同一般看到嘅冇乜嘅共用，唔過也係其實係有它的奧秘在其中哦。等下再要同大家來分享。佢問你做先試看，好，買嘅味道就唔是假，冇鹽冇調油，食以後，讓你品嘗嘅豆腐嘅口感有共用冇？係咩豆味當中，對，係唔係搖妹，而且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再加食。我先品嘗一下，因為我同我頭擺食到嘅豆腐無腔嘅原因係因為，大家做得看一下這個豆腐的切面，它非常的鬆軟。我切完下去，這個每個豆腐它的那個孔隙流出來的味道，全部就係豆嘅香味。係。所以做按樣嘅用海水做嘅豆腐，唔係用石膏嘅。用海水做嘅豆腐，加個豆腐嘅豆味，而且成本而且多。故所以吃了一盒豆腐，滿滿的豆子，滿口的豆香都在
嘴巴里面韩国余韵不留，它就是感觉是。口感是非常扎实的，因为像是如果跟像嫩豆腐来比起来，那个口感会完全不一样。那个嫩豆腐吃起来就像布丁一样。韩国人讲说到市场低度一般用沙高州的这种板豆腐好了，这种吃起来就会吃到稍微比布丁再硬一点点，但是你会觉得你看它的切面不会看到有暗兜会膨，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孔隙。对，有时候。满满的豆香味在这里，而且你还台湾的调味3种调味，1口豆腐3种豆在这里面，是到你安样的调味，比那个外国汉卡豆签的汉卡盐类的就汉卡好些，因为是爱做的，初本也做的，所以你天然的东西，来年庆祝的东西，气现做，所以你俩是都不是那个挑米。比如讲阿 Q 妹你下你是嘞，那么一种口味的，用啲咧调油落去，油捞俩豆香，汉卡提出来，有吗？就安样简单是，不是煎，不是炒，好好吃哦！而且我觉得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孔隙，再加上酱汁，它就会把酱的味道。对，安样嘅豆腐，因为佢当个汁，你煮汤、煮火锅，基本上要满满嘅火锅嘅汤米。全部嚼到饱饱，所以佢也做冷冻做咁样的冻豆腐，会 QQ 的，会更多，会对，会 QQ 嘅，唔会泡泡。原来按呢，优质的手工冻豆腐，你好甜做的来是火锅啊，就听说用按呢，对不对？韩国3号人叶眼镜啊，你是这么省盘子的空间是不是？做嘛个为老挑夫仪，不用都挑夫蛋糕啊？哦。安用你去试验米桶用半斤挑夫甲挑夫仪，一家3代豆浆、豆腐、豆腐乳，佢系一家3台呢。真的呀，假豆奶系气嘅豆奶，豆腐系加海水是结凝固嘅。当它更上一层楼，加盐，加了米曲，加了日头晒，加了腌露。人生的经验丰富了，老中青3代联合在一起，还没在你的口腔当中一家和乐，感受到豆腐的3代人的同心协力，成就这一口豆腐。我都觉得我那个脑袋上面应该要开始做动画，好好吃哦！有没有很特别？所以天然嘅好东西，唔是你当好嘅食物，唔是你当好嘅料理。只要简单嘅一啲咧调油，一啲咧盐，就像安尼切格嘅豆腐衣，日头晒过，让俩豆腐衣嘅米淋上去，抹嘅米头就冇俩红红，因为系切格底嘅东西，切格做嘅，故所安样嘅东西食起来，唔是去 Q 配音，切格就会做会起来。真嘅，因为俺头白色豆腐就是哎呀。这个看爱也老给吃下去，补充一下植物性的蛋白质，好吧，那就吃个2口好了。要怕胖又不能加太多酱油，有没有？所以弟弟，这一次是我头一摆是豆腐吃到俺黑弟嘅香酥一烘好吃的东西。要黑俺同头摆是豆腐完全冇 Q 用的经验。对，不过其实眼睛带来嘅豆腐啊，其实没有带来这个。豆腐的食谱，我同大家来分享。哦，听我用安认真，我是吃货啊。好，像你豆腐啊，因为我系用海水做嘅，平常我都做到家下讲嘅，啉豆油也好，啉豆腐意面也好，加啲盐巴也好，也系你客家人当天会做粥妈吉酱，也系干皮酱。表现淋上去渐渐啦，加一些那个橘饼酱，对，把它当好些，因为客家人就用客家人切家有嘅东西，你系讲用让天师做丰丰嘅粥嘛，颜色丰丰嘅皮，你拍色嘅豆腐嘛，清江米，加黄色嘅吉饼，半夜拌过了，天天的炸鸡的了。给它做好的金黄满满的，淋上去也是绝配。韩国你系到两天过年的时间做了吉饼，你就做了老了干饼、干油饼，淋上去又干干又咸咸又甜甜，米头当干米。阿母欣赏你系喜欢是豆皮也好，豆腐干，也做得老安尼嘅。梅干菜哈，也系泡菜，炒的，穷下蒸，面当表啲咧连梅干菜，全部安尼客家人嘅味道，切家变相又乜嘅，拿出来木姜，
冰落去，好食食加良好，唔好食含到都莫用。其实安样嘅变化，比起你去五百，唔会输给太师傅煮嘅。真嘅，韩国因为豆腐按营养，古时候大家就做得豆色豆腐，你就唔是说按到肉类的软胖子啦，做得豆色较调的植物性的软胖子。啊，你系植物蛋白，所有食材是粉的因，全部就做得。韩国杀下来啊，家下有一切有讲到，幼园姐的豆腐可以用海水来做嘅豆腐，虽然嘛，该按到海水来做嘅豆腐啊，就会有一个秘密武器，是不是？一般any式嘅豆腐，豆腐花全部系用石膏做嘅，错。啊，我系用海水。啊，国语按到盐卤，盐卤就系天然嘅海水盐卤，系嘅晒盐的过程。佢每你做的那样盐卤款，底下要腌一粒一粒，记得个晒腌嘅过程最后面的液体，古时候佢要当到嘅微量元素镁、锰、钙、钾，对身体当好，啊佢系碱性嘅，用安样嘅镁离子来凝固俩嘅豆浆、豆蛋白质。它就会凝固。平常安尼食嘅系石膏，按照硫酸钙。那硫酸钙平常安尼讲青菜豆腐、豆腐青菜，硫酸钙到青菜豆腐，青菜里面比较容易含草酸，所以形成草酸钙的几率较高。啊，草酸钙你系要节食疑虑嘅因，是两种石膏嘅豆腐，你嘅发病率就会提高。啊，系用两种天然嘅镁离子。凝固嘅豆腐，也就唔会形成草酸镁，有时候技术下唔会有引起结石的疑虑。对，那另外因为海水嘅取得不容易，韩国成本也下高，操作呢很难，佢当急就反应，所以古时候用海水盐卤做嘅豆腐。产量当少，成本下高，但是对any健康嘅需求诉求呢？下安全下好，啊石膏因为佢下安全，也下大众化，下便宜。古时候你的外卖超市也好，市场也好，全部就用俩石膏来做，因为佢安定性下高，成本也下便宜。但是还有一种最多嘅，就会按照葡萄酸内酯，也是化学合成的。那葡萄酸内酯它可以当小嘅蛋白质储做的凝固，比如可能一盒豆腐。唔会超过10粒头是做凝固的，所以加产量成本看卡带，但是越走冻豆大量生产的工厂，就用安样的方式，所以安尼个豆腐做嘛个安香，因为那个豆的冻豆，佢有很多的冻充分，冻豆嘅蛋白质长做的凝固，爱冻豆的软泡子，这样有办法做出也一袋按后生这么扎实的。按内的一袋豆腐葱吗？满满的蛋白质。对，古时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听到爱认真他生意就会来选大家适量度的东西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，我是钟英群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要同大家来收集的是呀，苗栗叶盐子，佢做当道呀，豆奶啊，豆腐，韩国当道，豆会做黄，豆会做的东西，要同大家来分享。韩国青葱油的，大家做得食到安心，也是青葱油的。韩国好家有食到呀豆腐，豆腐杀下来，下一步就係来做豆腐干的，错冇？炸水炸燥的，嘿，炸下燥的话就变做呀，素红的呀，一袋一袋的豆腐干，韩国也係白色的豆腐干。你豆腐干冇顏色，冇上醬色，所以佢唔會有個醬色嘅香料味，啪啪嘅。想知道那豆腐干的口感跟外面的豆腐干的口感也是完全的不一样。今天完全打破我对豆腐的认知。那我的豆腐干是起了个 QQ， 比较就是那种 QQ 有一点，我觉得怎么很像加了其他的东西，但是这个豆腐干你就会吃到佢係完全就係豆腐變到康康一些的，較扎實一點點的豆腐。為做豆腐干的意思是因為豆腐含水量較高，一般人會煎啊、會炸，也係講會帶飯，也係安尼
客家人喜欢拜拜的是叫朝圣，所以两种的杂水杂下走掉的豆腐干，就做得下保留下加2日，含奶表，变相变到变加2日，豆腐係講變5日。也豆腐干做一7日，而且安尼客家人，我看到安尼嘅同事全部帶飯，用豆腐干漸香來，用啲豆油來帶飯嘛，當好食，加含水量冇咁高，咩下燥，故所安樣嘅豆腐做喺烤肉嘅時間嘛，當好，帶飯也方便，卤嘅時間卤蛋卤肉做對落去煮湯，全部是清好食。最重要嘅，佢冇顏色，冇霉污嘅，也唔係汪汪嘅，天然嘅東西可以當場出豆腐樣嘅，但是因為佢冇發酵，故所佢係香嘅豆腐，唔係粗嘅。你阿 Q 媽，你試到用飯？好食，我冇食食過這麼完全到位，這麼完全，佢就係豆腐嘅豆腐乾。係，就安全。呀，就係真正係食到食物它本身的味道，食物它原來的樣子，冇睇到加添咩東西。冇東西，就頭嘅水果、海水，就係樣講愛到嘅心意。唔過點都食起來，加個米頭沙按鈕，這麼的香。簡單嘅東西就冇簡單。因為佢唔需要加其他，冇簡單嘅東西就清簡單，加東西就好咧。故所喺度做簡單嘅東西，安全嘅，所以喺度冇散量，因為冇顏色，收入冇咁好，因為冇顏色，冇加香味，冇加香料，佢唔會有個香嘅味道，只有調味本身嘅味道。但是呢個觀眾朋友。只要你對自家食嘅東西有自家嘅主張，你認為放落去再講東西係自家對自家負責，你就做得選擇安樣嘅東西，用台灣嘅調味，用海水做嘅，自家做，媽媽做得教你做哈，最重要就安心。除咗有呀豆腐乾以外啊，家下有沒有食到嘅呀豆腐魚呀？雖然唔講按簡單嘅東西，唔講硬想到講愛做豆腐魚呀，就知道多麼簡單啊！韓國唐公你眼睛裡面有到呀豆腐魚啲都有特別用心哦。一般呢個鄉親媽媽就親中意做一個豆腐魚，因為佢下香，幫妹幫飯就下飯。那老人家嘛吃了古老的味道嘛，但是一般人出去我輩去豆腐店，買你可能來嘢冇按清楚嘅豆腐，甚至佢係醃就讓你滷好咧。啊，愛也係自家做嘅豆腐，愛冇用豆粕，冇用黃豆粕，用天然嘅米曲，用有機米曲，用米去發。故所安樣嘅天然安心嘅東西，你就唔使擔心講也會很美。有黃曲毒素，很美有咧基因改造嘅黃豆，自家買豆腐，自家買台灣嘅曬嘅鹽，用台灣人自家食嘅米發嘅米曲，就用自家焗嘅米酒，就安樣浸曬日頭曬3個月，安心好食嘅豆腐魚就出來，你只要動手，從細就會走出來。對，唔單唱做得幫飯啊，幫做幫稀飯。佢話呢樣按厲害，看透視就按樣看。嘿，還搞藝做得講，變到呀吐司蛋糕。就算頭你下你嘛3明治吐司。抹醬，天然嘅豆腐魚比乜嘅就下飯開胃又好食。難怪有人講豆腐魚係你東方人嘅 cheese， 係西方 cheese 係牛奶發酵，對，東方 cheese 就係用調味嘅來發酵，好食麼？好食，饅頭嘛做得，當好食。韓國加呀吐司其實呀啲都沒有動態嘅好滿哦，因為佢用愛調奶。故說你什麼人食滿滿的豆漿吐司，而且你啊吐司唔係麥子做嘅，也係米做嘅。米做嘅，佢地位冇辦啲小麥，因為對小麥有過敏嘅人，也全部係你食飯嘅米，鳳梨米、硬粉咧去發嘅。故說米老愛調奶做吐司，麵蛋過來抹兩個豆腐魚，天然安心嘅東西，對你嘅口齒間。
相信也比抹嘅就较重要。真嘅，韩国唔单枪做得来做呀，豆浆吐司以外，其实连个黐面嘅毛散刀嘅头泡，豆腐你做得留下来用哦。阿 Q 冇啱媽媽頭把要拿豆腐頭轉移打落，唔過硬唔好食，因為佢食到會卡後咧。雖然喺動香，因為豆泡煎落去會安尼擦擦香香嘅米絲，不過口感來講會卡後咧。竟然讓啱媽媽講，不用下手的，講到佢太愛你了。佢講你冇食飽，媽媽就唔講沖本啦，就講豆腐頭冇加多，一隻俾圖好，就買。不用接落去，你像你豆腐頭要加芋頭嘅，好一粒粒。不用吐司，不用落去嘛，就在做土豆漿吐司、豆渣吐司。煮飯嘅時間壓落去，植物嘅纖維，對了煮糜煮飯，膳食纖維包水餃，不用到嘅肉餡對吧？哇！全部攪融下，包水餃也係包餛飩。我有想到誒，做得自己做那個肉丸有沒有？肉丸子、獅子頭，全部豆腐頭，全部嚟加嘅大獅子頭。韓國最健康嘅餅乾、什麼嘢，前後學烘焙，全部做得用，白種都做得用。最重要嘅，你係冇用太機係發酵落去，你肯做得到奶叫嘅餅腰卡嘅種嘅菜。餅腰卡種嘅花，伊係天然嘅蛋白係皮料，最安全嘅又最健康嘅，而且啲蛋白係冇酸性，佢鹼性嚟改善一個體質，所以我到店嘅地方，但日就有啲南種3萬頭份本地嘅零食來看來摘呢個嘅豆腐頭，專門做啊嘅，全部我到全部 free 嚇，本地到那專業本地到種菜，學嘅阿妹我冇本地，但是我本地種菜種果樹咁樣嚟到，故所根本人來拿聽下禮拜佢種出來嘅菜。其實我拿來幫我分享，一種互相的感覺。古時假使吼，下禮拜我想去請月圓姐互相一下，我去那片琴再個同大家講一遍。苗栗頭份係苗栗頭份就要。佢假使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可能記得冇辦法去到頭份也就所在，做得用嘅同天也得，頭年啊也係頭份也得。上好食豆味坊嘅 FB， 好食豆味坊嘅 FB 也係上。竹北厚食聚落嘅 FB 有兩隻地方，我都主要愛介豆腐嘅地方。唔錯，分享大家多多關注月圓姐的好食豆味坊哦。FB 當個我有動到其他的會仔細，每週得看到其他的在厚食聚落的動到仔細呢。今日謝謝月圓姐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停運動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